唔知大家有冇試過比賽前瞓唔着，或者覺得有壓力呢？作者分享咗其中一個以運動心理學為題嘅電視節目《人體潛能超極限》，當中講到一啲奧運選手點樣喺呢個高壓嘅情況之下接受密集式嘅嚴格訓練。呢個節目分析咗佢哋點樣學識全神貫注咁樣做好佢哋要做嘅任務，而且可以將壓力轉做動力。節目入面一個加拿大嘅奧運跳高選手 Nicole Forrester 透露，其實佢每一次比賽之前，佢都覺得好驚，而且瞓唔着，好想個比賽快啲完。無論受訓咗幾多年，自己有幾叻，教練有幾專業，佢嘅心依然係有無數咁多嘅雜念。所以運動員因為比賽而有壓力同雜念，係好正常嘅事。又例如一年一度嘅學界田徑賽，有一啲精英運動員為咗想打破紀錄、贏獎牌、為學校爭光而承受住沉重嘅負面壓力，亦都有啲運動員因為賽前諗得太多而瞓唔着，導致表現失準。咁到底一個運動員點樣先可以減少雜念同壓力，將呢一啲壓力變做動力呢？大家好，我係阿米，歡迎大家嚟到第二集嘅 podcast。今集運動心理學系列會繼續探討下喺比賽之前有啲咩心理技巧可以幫我哋減少壓力。如果大家都有興趣聽嘅話，記得訂閱我嘅 channel 或者 follow 我嘅 podcast， 連結會放喺 info box。上2個星期喺 IG 問咗大家一個問題：你哋喺比賽之前有啲咩係一定要做噶？當中唔少人會提到做比賽前嘅部署啦，甚至係幻想贏波嘅畫面。咁其實以上嘅方法喺專家嘅角度又係唔係有效呢？著名運動心理學家 Jean M. Williams 指出，呢個叫意象訓練嘅概念，意思係用五官將運動經驗形象化。運動員可以用眼、耳、口、鼻同身體嘅感受去創造出從來都未經歷過嘅運動經驗，咁可以幫助進入比賽嘅亢奮狀態，從而減少壓力。例如用五官去感受對上一次比賽嘅良好感覺，將呢啲精彩嘅運動記憶輸入自己嘅思想同埋神經系統。當我哋利用五官同埋豐富嘅想像力去創造唔同嘅運動經驗，我哋嘅大腦都會誤以為我哋體驗緊真實嘅事，而將呢啲信息帶咗俾肌肉，令肌肉儲存記憶。如果我哋已經構思過嘅運動經驗喺比賽嘅時候真係出現咗，咁原本已經儲存咗嘅記憶就用得其所，令我哋可以更有計劃咁樣做出應對。咁意象訓練其實有咩好處呢？一，其實佢可以幫我哋控制情緒。喺我哋好緊張嘅時候，我哋可以諗一啲平靜、正面嘅畫面。例如比賽之前，我哋可以想像一下自己比賽拎分嘅感覺同埋情景，咁都可以提升我哋對比賽嘅亢奮度同埋減低焦慮。第二個重點就係部署。預先構想同埋感受一啲以前嘅經歷，或者完全冇經歷過嘅體驗，其實令我哋可以更加自如咁樣應對場上面嘅變數，減少比賽之中突如其來嘅壓力。例如，如果呢一個足球員預計比賽當日有可能會有雷暴，有可能會暫停，咁佢就可以想像一下暫停嘅時候有啲咩唔同嘅應對方法呢？例如坐喺邊度休息放鬆，或者點樣利用咁短嘅時間去提升自己嘅亢奮度，再次上場比賽。咁第三個重點就係學習同埋矯正運動技巧，可以幫我哋建立信心。唔知大家中學生涯有冇見過一啲打籃球嘅男同學，成日都係突然間就做一啲走籃動作啊、射籃動作咁樣。其實當運動員嘅腦海入面重複住一個正確嘅動作，都真係可以提升佢哋動作嘅流暢度，從而鞏固佢哋嘅技術，建立信心。咁意象訓練除咗可以幫我哋控制情緒、做好部署同埋學習運動技巧、建立信心之外，其實意象訓練對一啲有傷患或者未能夠恆常參與訓練嘅運動員嚟講，都可以預先喺佢哋嘅腦海入面排練，幫助佢哋嘅復康過程。咁到底作為一個從來都未試過意象訓練嘅人嚟講，應該要點樣入手去開始呢？咁呢本書就用足球員做例子，去分別簡單咁樣講咗簡單嘅意象訓練技巧同進階版嘅意象訓練技巧係點。首先用最簡單嘅情況開始，我哋應該要考慮咗個人嘅意象先。例如，而家你作為一個足球員，你企喺球場嘅邊一個角落頭呢？係喺球場中線嘅側邊啦，定係對面嘅角落頭嘅邊一個位置呢？草皮係淺色定係深色嘅呢？
龍門同埋觀眾席又喺邊一邊呢？你而家又見唔見到更衣室嘅位置啊？然後合埋雙眼聽一聽，場入面聽到啲乜嘢聲，或者場外面有啲乜嘢聲啊？聽唔聽到車聲或者雀仔聲呢？嗅覺聞唔聞到啲咩啊？自己嘅皮膚感唔感受到釘鞋踩住足球嘅感覺，或者踢波嘅力量？呢一球係踢輕啲啊，定係踢重啲嘅呢？最後個波又去咗邊一度啊？咁到進階版嘅技巧啦，咁就涉及更多嘅因素啦。例如而家你着住呢一件足球波衫，感覺係點？對鞋又着得舒唔舒服呢？望下側邊嘅隊友係唔係熱緊身啊？教練又係唔係講緊嘢？觀眾席有幾大聲啊？有冇見到有朋友嚟支持？如果突然間逆風嘅時候，你跑起上嚟有冇啲咩阻力呢？如果比賽去到後段，突然間同對手發生口角，你又會點樣冷靜處理啊？咁講完點樣由淺入深去做意象訓練之後，都要講下有啲咩注意事項啦。4大重點，第一個重點就係一定要諗得正面，尤其是我哋香港人呢，特別中意挑剔自己同謙虛嘅。如果你問側邊有做運動嘅朋友，佢哋多數都係唔滿意自己嘅表現噶啦。咁佢哋嘅腦海可能成日都會浮現一啲自己失敗嘅畫面，但係同自我對話一樣，意象訓練都係要正面嘅。而面對身於呢一種情況嘅運動員，身為運動心理學家嘅作者 Karen 就會同佢哋做一個練習，就係問佢哋一條問題：喺你嘅運動經驗入面，你可唔可以描述一下你最好表現嗰一次係點啊？試下有幾細緻就描述得有幾細緻，最好就包括埋你嘅五官感覺，喺邊度做緊啲咩，情景係點，感覺係點。如果暫時經驗唔多，其實大家都可以睇下你欣賞嘅球員或者運動員嘅比賽片段，試下代入角色，用想像力，用同樣嘅方式去感受呢一個動作，感受比賽氣氛，令自己嘅腦海入面經常保留成功嘅畫面。第二個重點就係環境嘅真實性。對於啱啱開始意象訓練嘅運動員嚟講，我哋可以喺一個相對安靜嘅環境之下進行，慢慢適應咗之後，就可以喺比較嘈或者比較複雜嘅環境之下去做啦。例如喺交通工具上面或者球場上面訓練。咁呢本書都有講到，有研究建議其實可以先喺真實嘅環境或者訓練場地練習，咁都可以幫助我哋容易啲代入環境去想像嘅。習慣之後就可以喺一個同比賽完全唔同嘅環境之下進行，去增加挑戰性。兩種方法都有佢哋嘅好處嘅，可以按個人需要去揀適合自己嘅環境去做意象訓練。第三個重點就係幾時同埋喺邊度做。作者 Karen 建議運動員其實每日都要進行一次意象訓練，練習前後或者瞓覺之前都係比較理想嘅意象訓練時間。而訓練嘅時候，想像嘅畫面長短都可以自己調節嘅。例如你可以用20分鐘去預演成場比賽，都可以淨係用5秒鐘去想像自己企喺個底線做一個發球嘅動作。第四個重點就係我哋要用第一人稱同埋用現在式去想像。做意象訓練嘅時候，可以將每一個情況都變做一個個劇本，而且用五官去描述細節。第一項就係要用第一人稱，而且盡量將個我字放喺每一句嘅開頭。第二個重點就係，雖然想像嘅情況未發生，或者可能已經發生咗，但問法上面用現在式會令運動員更加置身其中，令情景更加真實，就好似當刻親身經歷一樣。咁呢度都有一個個案分享俾大家參考。作者曾經同一個芭蕾舞舞蹈員合作超過半年，佢因為傷患接受手術，同佢合作開始嘅時候已經康復咗90%，但係因為佢再次驚受傷而對表演一直冇信心。後嚟佢接受咗為期10個星期嘅意象訓練，由當初淨係想像自己好冷靜咁企喺個舞台側邊，輕鬆面對觀眾同埋應對緊張情緒嘅畫面，到後嚟想像自己喺舞台上面順利完成咗一段難以完成嘅舞步，再由頭到尾想像成個表演項目。除咗過程同舞步之外，舞蹈員都加插咗好多個人嘅觀感喺個訓練入面，而下面係佢意象訓練嘅其中一個部分嘅內容。我喺舞台側邊準備上台嘅時候，聽到好多掌聲，大家都好想睇我嘅表演。我睇到觀眾，睇到屋企人坐喺第一排對住我笑，我亦都留意到自己嘅心跳好快。我知道自己好亢奮，好期待今次嘅表演，而我身體各個部分，尤其是膊頭同埋隻腳都係好放鬆嘅。呢一個係我期待已久嘅畫面。我亦都感受到有少少鼻酸。我聽到我首歌開始播啦，我行出去舞台中心，開始將我識嘅嘢都
表現出嚟。咁其實呢一段意象訓練嘅段落係運用咗第一人稱，亦都用咗現在式嘅句子，包括佢嘅五官感覺，由隻眼睇到啲咩，耳仔聽到啲咩，個鼻感覺係點，到自己嘅感覺係放鬆定係亢奮，成個段落亦都係好正面嘅。咁到尾聲，好想同大家做一個練習。你嘅運動經驗，你可唔可以回想最近一次比較好嘅表現，而且將細節用五官感覺記低呢？第二個問題就係喺你嘅運動經驗，你可唔可以回想對上一次表現冇咁好嘅情景？如果再經歷一次，你又會點樣正面咁樣面對？試下將新嘅應對方法同過程寫低，而且要融入五官感覺，令佢更加生動同埋深刻。如果大家都好常會出現因為太緊張、諗太多而失準嘅情況，其實都可以預先俾自己做下呢個意象訓練，可能你會發掘到從來未見過嘅自己。咁多謝大家嘅專心，運動心理學系列會喺下條 podcast 繼續，米講經。